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站立起来赞美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哈利路亚！他是配得我们赞美，配得我们所歌颂的，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拍手来赞美他，再一次大声点拍手，我们用拍手跳舞来赞美他，我们要唱诗歌歌颂他的大能，哈利路亚！看那神的帐幕在我们中间，你的荣耀遍及在全地之上。那首先与幕后的就是耶稣，在你里面就是永恒。复活的羔羊，你的神，你的荣耀光照我们。神在，神在，神在，主我愿你来。阿拉法欧梅嘎，你是快来君王，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全能之神在宝座上。阿拉法欧梅嘎，你是快来君王，但愿荣耀全能归你，直到永远。最近刚过的一个节是什么节？情人节嘛，7月14号，对不对？我们的情人不单单只是我们的另外一半，或者是男朋友、女朋友，我们的情人也是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现在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对他说：“主耶稣，我爱你。”我们一起说：“主耶稣，我爱你。”你是配得赞美、配得颂赞的，我们要唱诗歌称颂你的大能，哈利路亚！看那神的帐幕在我们中间，你的荣耀遍及在全地之上。那首先与幕后的就是耶稣，在你里面就是永恒。复活的羔羊，复活的羔羊，你的神，你的荣耀光照我们。神在，神在，神在，主我愿你来。复活的羔羊，复活的羔羊，你的神，一起唱。神在，神在，神在，主我愿你来。阿拉法欧梅嘎，你是快来君王，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全能真神在宝座上。阿拉法欧梅嘎，你是快来君王，但愿荣耀全能归你，
直到永远。阿拉法，我们一起大声的说，喜在今在，全能真神，一起大声，快乐祝福，但愿荣耀全能归你，直到永远。但愿荣耀全能，但愿荣耀全能，但愿荣耀全能归你，直到永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说，敞开我心中隐藏的脆弱，渴望你的爱温柔触摸，不想停留在虚假伪装中，你完全接纳真实的我。我们再次来说，敞开我心中，哈利路亚，敞开我心中隐藏的脆弱，渴望你的爱温柔触摸，不想停留在虚假伪装中，你完全接纳真实的我。因我手着奇妙，我心已深深知道，比上神荣耀外袍，我将如星辰般闪耀。一起说，你爱坚定伟大，远超乎全地之上，你何等良善美好，配得一切颂赞夸耀。我们一起来呼求他的名，他的爱建造了我们每一个。哈利路亚！真爱真建造着我，充满恩典盼望，使我灵成熟，活着已不再是我，如今耶稣是你在我里面活，你爱坚定伟大，远超乎全地之上，你何等良善和美好，配得一切颂赞夸耀。这爱真建造着我，我们一起说，充满恩典，充满恩典盼望，使我灵成熟，活着已不再是我，如今耶稣是你在我里面活，因我守着奇妙，我心已深深知道，你爱坚定外袍，我将如星辰般闪耀。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自己开口来向主祷告，我们来献上感谢，献上赞美，献上这周我们所遇到的一切，应当感谢，应当求神帮助的事情，我们都来开口向他说。哈利路亚！愿我们每个弟兄的灵，这时时时刻都能够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知道主你就在这里，我们要降服在你的面前。我们要知道主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站立在这里，赞美你，得见你的容面。哈利路亚！我的
地安静在你面前，神知道你就在这里，我的地降服在你面前，知道你是我的神，让我得见你的容颜，彰显你心意，使我看见。我要在这里见到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我们一起唱，让我得见你的容颜，回应你心意，与你相连。我要在这里敬拜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邀请弟兄姐妹再一次的将自己的心能够安静在这个时候，安静在主的面前，让我们单单来仰望他，单单来称颂他，呼求主圣灵充满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里。哈利路亚！我们一起开口大声的来说，主，我的灵安静在你面前，我的灵安静在你面前，神知道你就在这里，我的地降服在你面前，知道你是我的神，让我得见你的容颜，彰显你心意，使我看见。我要在这里见到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我们可以一起张开双手，我们一起来呼求他的名。我要在这里敬拜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荣耀同在，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我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一起张开双手，我们来呼求他的名。主，你的荣耀在这里，充满在这里，主，你的荣耀就在这里。主耶稣，我们爱你，荣耀同在，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羔羊宝座设立在这里，让我得见，彰显你心意，使我看见。我要在这里见到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让我得见你的容颜，回应你心意，与你相连。我要在这里见到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我要在这里，我要在这里敬拜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我要在这里，我要在这里，定义要见。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
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常与我们同在，你不撇弃，你不丢下我们任何一个。你是那全能全知的主，在你所行的一切事上都彰显出你的良善、信实和慈爱。主耶稣，我们爱你，主耶稣，我们真的爱你。感谢你使我们能够与耶稣基督相连接，并在他里面活着，也为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生命献上感恩。主耶稣，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使我们能够拒绝罪恶，相信靠着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力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可以过着一个满足、丰盛、得胜的生活。愿主你的话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你叫我们能够察验何为你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这样子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依旧站立，来一起攻读新的诫命，请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请坐。接下来我们奉献，我们请服侍的同工。我们一起做奉献祷告。主啊，再一次感谢主，你引领我们到你的面前，我们在这一起敬拜你，聆听你的话语。主啊，你创造天和地，这世上所有的万物都是你所赐予给我们的。求主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时奉上一点金钱作为圣工之用，也要用你教导我们的主祷文一起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报告，我们一起来看周报。教会消息，第一点，7月16到26号，我们牧师安排休年假。那在这期间，7月20号的查经祷告会暂停一次。如果有要紧的事要联络，请联络本堂2位代议长老郑梅长老和丽娟长老。第二点，请各团契会计最迟于本主日将上半年收支结算交给干事，以利检账委员查账。然后第三点，7月18下午4点半，我们教会会进行定期的消毒。第四点，7月30号下午2点会召开小会，下午3点半召开长执会，请长执留意。第五点，7月31号要举行圣礼典，那如果有感动想要受洗或坚信礼的，请向长老报名。第六点，7月31号开始我们的主日爱餐
会恢复供应。那请以感恩的心为爱餐侍奉小组的所有成员祷告。第7点，近期我们请留意自己个人身体的状况。那如果有确诊、居家隔离或需要自主健康管理的情况，请照防疫的规定。那愿主的医治和平安与大家同在。团契消息，我们看第2点，8月20到21号是我们青少契的夏令营开始报名。然后今年因疫情影响，在教会举办，那欢迎大家，有国高中的朋友，还有大学的朋友可以报名参加。教界消息，北中教社部为回应上帝所交托，成为境中的管家，将于9月24号举办3支海岸净滩的活动。那名额有限，要报名的请向干事报名，报名费也是1人200块，那团契会看情况补助，费用包含游览车、保险、餐费、赠品。那详情可以去看公布栏。奉献明细我们自己来看，如果有登错了，请向会计来更正。好，接下来圣经。今天圣经有2处，第一处是创世纪第3章11到19节，第2处是哥林多前书15章45到49节。先创世纪第3章第11节，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他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上帝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主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下一页。耶和华上帝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哥林多前书15章45到49节，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圣经的话读到这边，正道我们请季牧师，他的题目是亚当对耶稣基督。亲爱的青年姐妹，亲爱的青年弟兄，平安！感谢主，我真的很喜欢到建城，每一次到建城，就好像是到自己的家。看见我们聚会的人数越来越多，真的也要满心感谢上帝了。不是我讲的哦，很多人这样讲。来到建城，就好像来到自己的家里面一样，这样好像大家都很亲切。我不知道青年朋友有没有留下来，可能你们的事都有比较忙我们这些老的或是说你们爸爸妈妈他们，
做礼拜完，很多人不想走，在楼下就在富江交通，觉得说哇，这里真好，真的，感谢主，我们有一位很好的，我们有2位很好的牧师志美牧师、一姐牧师在疫情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过去我们常常用视讯礼拜嘛后来就有实体了当然还有视讯所以也很久没来，但是一姐牧师常常打电话过来，我就跟他说牧师，我们这牧师不必打了，我们都很好了。哇，他还是一直打电话，真的很会关心谢谢今天特别看到这么多人，真的满心的感谢喜乐，好像泉水从里面涌出来，这就是圣灵所给我们的这种喜乐感谢主。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你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你所创造的，我们乃是被造。主，感谢你将你的形象放在我们里面，但是因为我们的自我中心，因为我们的罪，我们将抢夺主你的主权，我们以自我为中心，顺从情意，陷在罪中，时刻的得罪你，时刻的犯错。主啊，求你感谢你，你一再的赦免我们，你的灵启示我们，在你面前悔改认罪，得到主耶稣基督的赦免。感谢主你，这样一再的赦免我们，一再的看顾我们，一再的将你的爱，将你的圣灵丰丰富富的来加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就充满了由主而来的喜乐，如同泉源的喜乐。感谢你们的主啊，因这耶稣基督的恩典，除去我们心里面的障碍，除去我们心里面的自私，让我们清心无义来感谢主你们，看见上帝的伟大，看见主你的名奇妙，看见圣灵那么强大的气力在我们的身上，因为圣灵的充满我们，让我们除去一切的罪恶，心里面就充满了圣灵的果子，成为主你所喜爱的儿女。感谢主，愿主的圣灵引导我们早上的敬拜，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平安我今天跟他一起题目是亚当 vs 耶稣基督就是说亚当对应耶稣基督。我们的篮球队 A 队 vs B 队2队就有对抗大家就是在遵守一切的规则来完成比赛最主要是不管是赢或输，我们赚到了健康，赚到了交谊赚到了喜乐休闲，对不对在16世纪宗教改革的神学家我们改革中的一个创始人加尔文，有没有听过？加尔文加尔文他创造了议定论。他主张说，世间的人的得救和沉沦下地狱是主所定但是加尔文最重要的一个贡献，他就是重新提醒信徒要将生命的主权交还给上帝。将生命的主权交还给上帝。你去看医生的时候，这个医疗的主权是谁？是医生，对不对？你不要把医生的主权把它抢过来。医生，请你给我开什么药？我那个怎么样？请你把我那个开什么？请你帮我照一下这个 X 光好不好？我常常听到医生是你医生还是我医生？
对不对？所以到医院的时候，哎，主权是医生嘛，但是我们不要把它抢夺过来。哎，你们的父母亲一家之主，主权是谁？是你们的父母亲嘛？你不要把这个家庭的主权把它掌握过来，所以全家都听你的，对不对？所以教文就告诉我们，我们要重新把生命的主权交还给上帝，叫做上帝统治全世界。不是我，乃是上帝。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很喜欢那个诗篇100篇，全地都要欢呼赞美上帝，来到耶稣，来到上帝的面前。他是创造者，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是他所造的，那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所以我们要高兴快乐的进入他的门，这耶路撒冷那个圣殿的门。好，那我们的圣殿就是外面的门，高兴快乐进入他的宴。好，这个宴就是我们现在礼拜堂嘛，你进到那个楼下了，现在进到礼拜堂。好，那因为耶和华是信实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的信实直到万代，他是值得我们信赖的。所以不管你同意这个加尔文的这个议定论，或是你不同意，没关系。但是呢，人确实是被某些环境因素所命定，对不对？我们是台湾，对不对？我们属于台湾的。那我们住在这个亚热带的台湾，我们住在一个岛国那我们是黄种人种族嘛，那我们的文化就是用华语。那这个呢，注定我们的性格，环境注定我们的体质，还有生活方式。过去我住在乡下，我那个生活方式就一间一间都是1楼了，当然隔壁什么都通了，通来通去那现在不一样，现在高楼大厦。请问你们对面那一户是谁啊？我不知道啊，对不对？那以前在乡下不可能哦，全村的人都知道啊。如果有什么大小事情大家一起来，连那个各道也一起来。好，现在你在做什么，没人知道。所以呢，过去预定你的现在，现在预定你的将来。那个诗篇126篇说，流泪撒种的怎么样？预定你欢呼收割嘛。那你懒惰了，不去除草，不去耕作了，你怎么去等待说欢呼收割嘛？这就命定嘛。你过去你怎么样就命令你的现在就命令你的将来。还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就命定你不同的世界观，还有特别是不同的价值观。如果你出生在那个佛教家庭，可能你在庙宇你信很多这些人所造的这些神明那你就认为说人是轮回。如果你做好的话，以后你就再变成人；那如果你做的不好，以后你变成那个牲畜变成动物或者怎么样。但是你相信吗？我们的鸡越来越多，我们的猪也越来越多，我们的牛也越来越多，人口也越来越多，怎么这样？怎么没？应该是这边增加，这边减少嘛所以，当然我们基督徒我们不会相信这个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灵魂，死的时候归土，然后我们灵魂回到上帝的身边，将来主耶稣第2次再临，我们都要复活。
新的形体了，啊，复活是有新的形体。那我们人类哦，也被2个关键人物所命定。第一个是亚当，那亚当原文就是人类，哦，上帝创造亚当，就是上帝创造人类，好。那第2位就是耶稣，耶稣基督。那耶稣原文的意思是说，耶和华拯救，主是救恩。那基督呢？基督原文说受膏者，上帝的受膏，要膏他做王，做大祭司。那还有个意思中，弥赛亚就救世主，所以耶稣是弥赛亚，他说他是救世主。好，那么这好了，亚当跟夏娃，亚当夏娃跟耶稣基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好，我们先说亚当，啊，夏娃跟我们人类的命运。好。我们要看创世纪，要看创造的故事哦。我们首先要了解创造的故事，不是用科学的讲法，哦，你不能用科学去证明哦。如果用科学的讲法，我看有些写出来的话，叫爱因斯坦来，他也看不懂，啊，我们很多人看不懂。所以不是用科学的讲法来说明上帝如何创造宇宙，乃至呢用神学，神学就是人认识上帝的学问，用神学来描写说明上帝在过去这个独一真神创造主，在过去、在现在、在将来。它和宇宙万物的关系，所以《创世纪》里面也可以用神话，也可以用树的比喻，义人就像什么？像树栽在溪水边，能够结实累累，叶子也不枯干，这个真正他在讲，不是在讲树了，就是在讲一个上帝的子民了，所以呢，这个上帝在第2章里面记载说，上帝交托给亚当夏娃3项命令，那这3项命令，亚当夏娃必须遵守上帝的命令，必须尊重上帝的主权，所以他们就可以很平安的生活在伊甸园。那这3项命令是什么？第1项，创世纪第2章15节，上帝把那人安置在伊甸园，叫他耕种、看守、管理园子，让亚当夏娃，让人类分担上帝的管家的责任，做一个忠心的管家。所以第一个教导的任务是什么？就是让亚当夏娃做管家的职务。好，我们9月要去，要那个管家的尽管家的责任嘛，要去那个北海岸嘛，去那边怎么捡垃圾了？为什么？为什么要去捡垃圾？现在很多人把这个饮料啦、什么罐子随便丢嘛，还有捕鱼的人把那个保丽龙随便丢了，结果海边都飘到海岸来，那么会造成很多的污染，还有危害许多的这个海水里面的这些植物动物嘛，我们要去捡这些，就是要尽管家的责任。
那第二项命令是什么？在创世纪第2章16节，上帝跟亚当夏娃说：“园子里面的果树所结的果子，你们都可以随便吃，都可以随便吃哦，哈。”我说创世纪你要用是神学的描述，而不是科学的描述，哦，神学的描述说明上帝过去、现在、将来跟整个宇宙万物的关系。好，那这个所有的果树所结的果都可以吃，表示呢，亚当夏娃，上帝给他们有自由意志，他们有自由意志。哎，我今天我要吃这个，我给他们讲白了。哎，明天吃的不行，今天要换别的。哦，他可以自由选择嘛。你可以，也可以，你每个人有各种不同的恩赐，你也可以选择你要做什么。那这个象征就是上帝给人有自由意志。那第3项命令哦，2章17节，什么呢？园中那棵分别善恶的果子，不可看，不可摸，不可吃。你吃的话，你如果违背吃的话，当天一定死。这一句话代表什么？上帝的诫命。啊，那个果树不重要，水果不重要。这一章这个就告诉我们，你不能违抗上帝的命令，不行就是不行。不是说因为你吃了这个果子，是因为你违抗上帝的命令，这是上帝的命令。所以，这个这个亚当夏娃他们就很遵守上帝的命令，很遵守，他也不敢去看，所以不敢违背上帝的诫命，不敢对抗上帝的主权。所以他们就都是上帝给他们安排，因为我们是泥土所做，我们是出于上帝。如果你离开上帝，你啊，当亏归的无，你就死了。没有上帝，我们就成为一个什么空壳子了，哦，就成为一个没有生命的躯壳。所以亚当夏娃他们就这样很遵守，他们过得很幸福快乐的生活。那创世纪第3章却演变成了亚当夏娃犯罪，受到上帝的惩罚。亚当夏娃的故事代表人类犯罪、堕落、败坏的这个情况。罪，什么叫罪？希伯来文就是说不中目标 ，miss the goal， 就是说你去射箭，旅社有那个你住旅馆有的都有射箭，那个什么那个老爷哈，那台东老爷饭店，特别你可以去那边射箭，哦，你射中靶心的话，他一个扑克牌给你，哦，那前几个月我去的话，我住还不简单呢，我拿了三个扑克牌，不小心就打中红心了。就是说，不中红心，不中目标就是罪。好，偏离靶心。那这个魔鬼看到说亚当夏娃他们生活这么好，跟上帝的关系那么密切，就想要试探亚当夏娃，诱惑他们来犯罪，对抗上帝的主权，违背上帝的诫命。我们知道，在马太4章第1节到11节，对不对？耶稣禁食40天后，他也被魔鬼试探了。魔鬼一关一关的去引诱他，让他脱离上帝的主权。他我很厉害，我可以把石头变作饼，因为我是上帝的儿子，对不对？
上耶稣基督他就是一生就是顺服上帝的旨意。杯啊，哪是你的旨意？如果在十字架上将这个苦杯帮我移去挪开，但是呢，如果是你的旨意，我愿意接受，对不对？耶稣基督用上帝的主权，尊重上帝的主权，胜过魔鬼的试探。不管魔鬼怎么样，魔鬼，你拜我，我把所有的宇宙在荣华富贵我都给你。哇，这个试探太大了，对不对？我只拜一下就好了，我就有那么多钱了。但是耶稣都一关一关的克服，没有被魔鬼胜过。那他战胜魔鬼的试探。这个魔鬼他想要试探亚当夏娃，他就设计在创世纪第3章，这个蛇就来问女人说：“上帝真的禁止你们吃园中任何的果子吗？”夏娃就说：“不是，园中所有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但是只有那一颗不行，不可摸。如果我们不听，我们去吃了，一定会死。禁果，对不对？园中那一颗果子不可吃，表示说那一颗是禁果，对不对？不可吃嘛。禁果代表什么？代表什么？上帝的诫命。禁果代表上帝的主权。你看以色列百姓的这个10诫是什么？第1诫，不可拜其他的神，独一的真神。第2，不可雕刻偶像，不可去自己塑造神明，去敬拜他。因为耶和华所要的是尽心尽力尽力爱主你的上帝，不可以双脚踏2条船，一定是沉下去，一定是灭亡。所以呢，这个夏娃跟这个魔鬼说：“因为不是说每一颗啦，所有都可以吃了，我们有自由意志了，只有那个不行。”就是上帝的主权，上帝的诫命。那又或者就用扭曲的方式重复上帝的话，所以他都跟夏娃说：“不见得啦，你吃不会死啦。为什么上帝不让你吃？他知道说你吃了那个果子，你如果强夺对抗上帝的主权，你如果违背上帝的命令，因为上帝知道你吃了，你眼睛会开，你会像上帝一样。你会当亲像上帝呢，才好。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上帝，我就是上帝。我为什么要去做礼拜？去做礼拜就可以吃上。我要去打拼，因为我要去打拼，去赚，去奔波我的天地嘛。去礼拜，去信上帝也没用啊，对不对？有些人就认为这样。那魔鬼就是要叫你这样想，说上帝骗人的啦，上帝太自私了，独裁。我们可以来对抗上帝的主权，你不必遵守上帝的诫命了。这个夏娃一听了，就顺从魔鬼的这个诱惑，就被魔鬼就赢了，就是偷摸禁果一下，偷看一下，哇，禁不住就把它吃下去了。他就违反了3项的罪恶。第一个，他要尽管家的责任啊，管家呢连这个禁果你就不可以摸，不可以吃，就是现在我们的管家责任更严啦，环保啦，
还有这个生态环境啦，这越来越复杂。但是这个象征这个禁果就象征说上帝的这个禁令。那亚当夏娃他是管家的责任，这个不行就不行，他要保护好。其实啦，我们很多的树是山上的树是保育的树，还有保育的动物。很多想要吃野味的就去偷打猎，是吧？去偷砍那个我们所一个这个保育的这个植物，你看有的几千年的树，那为了自己的利就把它砍下来，偷偷的把它砍下来虽然政府会罚款，要去关，但是人还是想要去冒险，因为他认为说，我如果过关，我就怎么，我就可以很幸运，我就可以得到很多的财富。好，第二个呢，他们曲解自由意志。上帝说：“你凡事都可以行。”但是呢，他们就曲解自由意志。第三呢，他们违抗上帝的禁令，就是上帝的主权。人的管家的责任，要尽管家的责任，要忠心管家的责任哦。第二个，我们有自由意志，但是这个三个你都要同时并行，你也要遵守上帝的诫命。好。上帝的诫命是怎么样？就像是说，上帝主权就像一个轨道，就像一个轨道，所以你的自由意志要在这个轨道上，你的管家责任要在这个轨道上。为什么9月我们要去净滩？因为有人脱离轨道，没有尽管家的责任，污染这个环境。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要去尽管家的责任，去把它清干净，把它净滩。其实万物都有轨道，对不对？万物的星球都有轨道，我们地球也有轨道，它都不能脱离了，脱离就是毁灭。我们的篮球很出名，对不对？我们篮球建成篮球好厉害，我们3队对不对？3队，我们都很强。但是呢，要不要遵守规则？要遵守运动规则啦。有一个框框下来嘛，来有很多规则，你必要遵守。如果你不遵守这些规则，你就要被判 out， 换几次犯规？5次5次犯规 ，OK， 不好意思，你不能参加了。那脱离轨道，就好像说，你们看到流星都是一群彗星群彗星群他们往这个太阳的方向在走，他们有一个轨道，但是接近地球的时候，因为地心引力，有些就被吸下来，脱离轨道。那脱离轨道碰到我们的大气层，就被烧掉了。我们就看在一个流星在很漂亮的一个光。然后如果比较大颗的话，还没烧完它就掉下来了。那亚当夏娃他们就曲解自由意志，他们不遵守命令，违抗命令。那因为受魔鬼的诱惑，让人的贪心无欲望，所以魔鬼就利用这一点，让亚当夏娃就犯罪了。所以亚当夏娃的犯罪，就让我们就今天就带着原罪。那魔鬼今天呢？魔鬼今天是不是也在引诱我们？
引诱我们对抗上帝的诫命，脱离上帝主权的轨道，顺从我们的情欲，顺从世上的荣华富贵。他用了像魔鬼在试探耶稣一样，用荣华富贵、金钱、地位、权势，让我们陷入最终。所以呢，今天自以为意的、自高骄傲的罪很多了。最小到一个人个人心灵的骄傲，大到什么独裁者了。一拿到权柄，一当总统或是说国家的领袖，他就为所欲为，扩张他的欲望、骄傲。我们看那个中国习主席，每天用金鸡来绕台，让我们心里面不安，还要企图想要侵略台湾，要将台湾把它吞并成为中国的一省。那还有“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你没钱，我帮你建设。许多的弱小国家因为“一带一路”，就被中国把牵着鼻子。你要听我，甚至他最后就想要侵占你。那3年来我们受到什么的苦难呢？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挂口罩？咱爱挂喙蓝了。3年已经3年了。武汉的这个病毒这样一流出来，哇！你看，只有3年哦，死亡人数有多少呢？这个630几万，确诊的人数呢，有5亿6千多万。你看，5亿6千多万哦，比2个台湾的人口还要多了。而且现在还没有结束了，希望上主怜悯能够赶快的结束。那因为不断是，你看600多万人死亡，还有呢，我们的经济都受到影响。今天我们过去都不必戴口罩，现在大家都戴口罩。以前呢，好几年3年了都不能够出国旅游，这都受到限制。而且呢，现在可以出去了，机票涨价了，因为坐的人少，而且因为这个病毒，所以整个经济呢往下荡，所以呢通货膨胀，哇！现在我们的消费变成一个很大的负担1990，俄罗斯俄国解体，对不对？成为20几个独立的国家，独立的小国。但是呢，他们很不幸选上了普丁来继任这个总统。他说：“不行，这个20几个国家都是我们的，他想要一个一个再把它收回来。”所以呢，2月他就发动战争。攻打乌克兰，你看多少人死伤，儿童还有家庭失去了，流落成为难民，到处流浪。而且呢，他们的家人这样，忽然一个箭头，砰，没有了，整个都毁了。你看，我们如果去想说，哎呀，怎么这么残忍？真的好可怜。我们想要帮助也没有办法，我们只是用金钱，各国用金钱。那欧洲的许多国家，他们都有什么收容这些难民嘛？他没家可住了，所以要赶快去逃。现在许多国家，他们因为欧洲都是基督教国家他们有很多都愿意接纳，但是呢，人数那么多，接纳不了了，所以渐渐也成为一个问题了。其实。这就是罪。我们知道，这个在5月16，美国南加州的这个尔湾，他们聚会完，
下午大家在那边联谊，对不对？哎，忽然间有一个歹徒进来，有一个医生被他杀了，另外有5个人受伤。那我们7月8号我们也看到7月8号，对不对？日本首相这个前首相安倍，这个非常一个真的我们一个很敬重的一个元首，他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他政坛的巨人呐，这样无缘无故就被暗杀了。那前几天7月14，我们忽然听到，哎，南投的这个生物科技公司，要下班了，怎么忽然间董事长一见，哇，总共有4个人就被枪杀了，还有1个受伤。这就是顺从罪恶，顺从受私欲情欲、受罪恶的主使。所以，因为人的骄傲欲望取代上帝的主权，把上帝看作是敌人，那与上帝的关系失和。那圣经说，人只要悔改认罪，就可以恢复得到上帝赦免，恢复上帝在我们里面那个形象，就能够跟上帝和好。这个约翰一书1章9节说，如果我们向上帝认罪，他是信实公义的，他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所犯的各种过错。那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为什么不能得到上帝的赦免呢？他们反抗上帝的诫命，反抗上帝的诫命，对抗上帝的主权，为什么不能得到赦免？因为呢，他们骄傲固执的自我中心，自以为是，我没错，他不肯悔改，不承认自己的过失，不肯对自己的错误负责。好，我们箴言28章13节怎么说？因是自己罪过的，不能有幸福的人生；承认过失而悔改的，上帝要施怜悯。但是呢，亚当夏娃为什么不能得到上帝的赦免？因为他们犯罪以后，将责任推给别人，推给外来的势力，不是我，乃是他。所以亚当对上帝说：“哎，上帝说，拜托，不是我哈，是我的太太夏娃。”上帝就问夏娃，夏娃说：“哎，也不是我，是蛇，是魔鬼，他来引诱我们。”所以呢，他们不肯承担，把这个罪推给别人去承担，就命定他们的过失、他们的罪不能得到上帝的赦免。所以呢，他们就被赶出伊甸园。亚当夏娃他们不肯承认错，不肯悔改，得到上帝赦免。不但他本身的受咒诅，自然界也受到连累。那今天我们也被连累，我们就带着原罪来到这个世上。所以，我们的骄傲自大的自我中心，像亚当坚持自己的立场，不反悔，不但不悔改，反而不断的为自己来造很多的神明，来铸造很多的偶像来敬拜。举例来说你看印度印度的神明有多少？3亿，3亿尊的神明。那台湾神明有多少？3000多尊啦，大大小小都有。在光复以前，那个我们内湖这个大湖公园，因为那时候是那个大湖是一个湿地，
就是灌溉用的一个湖泊，啊，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生物啊。那时候是什么？白鹭鸶禽，好，每年都有好几千的白鹭鸶来那边筑巢，来那边觅食。啊，那时候就是说还没有防洪。那有一次那个台风的时候，有一个老人哦，有一个乞丐，因为他没家住，他住在外面那个随便蹲了一下，结果半夜那个台风来，那个水就把他淹走了。就问他的家人：“哎，你们这个长辈要不要给人家拜？”他说：“好啊，你们去拜啊。”哎，就在大湖公园那边就有一个，旁边有一个那个土地公，对不对？哎，旁边在里面在。如果你们有去大湖公园，你去看，在旁边有一个什么呢？老公寺，老公哦，他就是老公。哎，老公寺哦，是不是寺啊？寺的啊，老公寺。啊，里面就让人家来拜拜。说我们台湾有3000多，会越来越多了，神明是会越来越多。但是我们的上帝只有一位独一的创造者，他是创造者，永远是创造者。那我们是被造哦。来，请问马祖很兴，对不对？马祖是被造者还是创造者？马祖是他在哪里出生？是不是在大陆？在中国，对不对？中国什么梅州是不是？好，他叫什么名字？马祖叫什么名字？默娘。啊，默娘她很孝顺父母啊。后来好像他就被海冲掉了。哎，他说啊，他很孝顺，大家就把他封为马祖。借着马祖来保护这些渔夫，让他们出去回来都可以平安，啊，他们出去还可以平安。而且呢，怕马祖的耳朵不好，所以就旁边就派一个损风逆，在很远的地方他就可以听到求救的声音，在那个地方。几千公里的地方有一个人在求救啊，还有一个什么损风逆哈，他损风逆就是说，有一个看到对不对？有一个这个前一干就看到了，哦，赶快派人去救。啊，但是呢，有些时候看不到的时候，太远看不到，有一个损风逆，他可以听很远。哦，这个你有求救哦，赶快去。但是哦，当然就爱摆。你看每年这样要这么绕境的时候，哇，大家成千上万的人要抢头香，但是很多人就受伤了。所以这个都是我们的这个自我中心了哈。那。虽然我们现在这个罪中了哈，保罗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上帝的荣耀，没有办法救自己。所以呢，在2000年前，上帝成为人，在耶稣基督身上，他降生为人。你们知道耶稣基督降生是开启一个新的纪元吗？纪元哦，来，耶稣降生以前叫什么 ？Before Christ BC， 那我们说，孔子是什么时候诞生？就是 BC 500多年。好，从耶稣降生以后叫做 AD， AD 就是说 after Jesus born AD。所以我们今天是 AD 多少 ？AD 2022，就是说耶稣降生以后的2022年。啊，那耶稣那个亚当是属肉体的，上帝给他灵，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哦。
如果上帝收回他的灵呢，他就断气，就归尘土。但是耶稣基督他是上帝，他就赐灵的上帝，他是属灵的。亚当夏娃是属血气的，所以耶稣基督来，就是说，约翰3章16节，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哦，他不是用上帝的这样一种骄傲自大。耶稣基督，马太20章28节，他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你看，耶稣一个上帝的独生子，他是上帝哦，他2000年他要降生，有没有旅馆？找不到旅馆，找到一个马槽，我说马槽好吗？哦，好吧，将就一下。有没有产房？没有，就马房啊，马房就单产房啊。有没有那个摇篮？哦，那个马走啊，那个马吃了那个草就是马走啊，都藏到里面。你看，今天我们的儿女，好，阿公，我们自己以后如果结婚要生小孩的时候，你看这样你受得了吗？真的，全世界找不到了，没有人能够像耶稣这样了，受不了，因为他很谦卑。好，所以圣经也说，我们如果悔改认罪，承认我们的罪，耶稣就要赦免我们，就让我们恢复上帝创造那个原本的这个上帝的形象，就能够跟上帝再一次和好。我们就不再把上帝当作是我们的敌人。你看，顺从情意，在最终的时候，上帝是我们的敌人。上帝你讲的我拢不爱听啦，我都做不到了，做不到了，对不对？顺从情，我们说怎么样？要学好哦，很难呢。要学好如登天了，要学坏呢？学坏一瞬间啦。那么我怕唔免教，一万你都会要。因为人主要拒绝上帝，把上帝的主权抢过来，违抗上帝的命令，你就不管他，你就可以顺从私意，去做那个点你没有办法控制了。我来讲，你若讲跟朋友玩麻将的时候，我过来电话过来，3更半夜你都过去，1、2天没睡觉你都没关系，因为这个情欲就把你捆住嘛，你就好像说不过去的话，你的心就很不自在，这就是罪的一个力量所以，我们借着亚当夏娃的这个原罪，他们偷吃禁果就违背上帝的命令，偷吃禁果就是对抗上帝的主权，把上帝看作是敌人，所以与上帝失和，失去上帝那个创造本来那个形象。上帝说，我要照我们的形象来创造人，但是呢，罪使我们失去这个上帝的形象。那耶稣来到世上，成为罪犯，成为赎罪的羔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我们只要信靠耶稣，那个耶稣基督承担了我们罪，我们再一次与上帝和好，我们的罪得到赦免，那再一次能够成为上帝所喜悦的人。所以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愿我们在生活中，耶稣基督这么好，他赦免了我们罪，他承担我们的罪。我们如果以耶稣基督时刻的连结，借着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作为，我们要得到新生命。那怎么样得到？把我们切切实实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还给上帝，彻底的转移，交还给上帝。上帝顺从上帝的旨意，顺从上帝的诫命，尊重上帝的主权。正如保罗所说，保罗他本来很骄傲的，甚至于他逼迫基督徒，追杀基督徒，把基督徒放火烧，他认为好高兴。但是主耶稣呼召他以后，他认为说，在罪魁中我是第一，我是最重的罪人了。所以他得到耶稣基督以后，他生命得到更新以后，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主耶稣是我的主，上帝是我的牧者。”愿上帝的主权在我们的身上，在这个世界上，如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愿我们都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彻底的、完全的交还给上帝，顺从上帝的诫命，顺从上帝的旨意，让上帝引导我们每天。我们必看到上帝为我们安排前面一个很美好的命运和道路。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照着你的形象来创造人，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主，我们感谢你，是给我们作为管家的责任，分担你的工作，也是给我们有自由意志，让我们不必每次来听你的指使，好像傀儡一样，让我们有自由意志。感谢你，我们也知道，我们尽管家的责任，我们要运行我们的自由意志，必须要遵守上帝所定的诫命规则，在你尊重你主权的轨道上来运行，才能够有真正的自由，才能够成为忠心的管家，是吧？我们愿意成为忠心的管家，我们愿意成为得到真正主耶稣基督里面真正的自由。主啊，我们愿意将生命的主权彻底的、完全的交还给上帝。愿主你保守我们，圣灵时刻在我们心里，让我们成为清心，能够看见上帝。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站立来唱回应诗。看那神的帐幕，看那神的帐幕在我们中间，你的荣耀遍及在全地之上。那首先于幕后的就是耶稣，在你里面就是永恒。复活的羔羊，你的神，你的荣耀光照我们。神在，神在，神在，主我愿你来。阿拉法欧梅嘎，你是快来之王，现在尽在，以后永在，全能真神在宝座上。一起唱，阿拉法快
指望，但愿荣耀全能归你，直到永远。阿拉法欧米伽，阿拉法，快来指望，全能真神，神光。阿拉法欧米伽，你是快来指望，但愿荣耀全能归你，直到永远。但愿荣耀全能，但愿荣耀全能归你，直到永远。哈利路亚。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让我们成为上帝所宠爱的儿女，让我们得着上帝所赐的大恩，让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喜乐、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成为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这个性情，成为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这个标志，来荣耀主你的圣名，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你的话语是我生命的救恩，你的双手扶持软弱，是我刚强。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是我们用过的见证。哦，哈利路亚！你是信实公义救主，哈利路亚！我要永远跟随你脚步，哈利路亚！不管明日身在何处，有你同在就是美好。哈利路亚！你是信实公义救主，哈利路亚！我要永远跟随你脚步，哈利路亚！不管明日身在何处，有你同在就是美好恩典之路。我们华语礼拜到这里。